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翠心恋》。一个真结束也有啦，看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什么感觉？我笑你根本知影。石的烂，海水的干，酒纸的话你敢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，对我敢袂想怎担？是心我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无你较快活。我的身体较惊。你哪会都无讲话啊？我出忝嘞，无想要讲话。啊，若无，我去煮宵夜互你食。唔免，我食袂落。今仔日哦，饲仔水星互你炸死一个，看伊哦，搁较遐尔嚣摆无？啊，毋过你有够戆呢，着想啊，搁加勇敢，戆戆徛你遐好拍。我无要紧，我只是希望讲，以后水星会当较明理的，安尼手金就会当过好日子啊。手金，讲到手金，你就会笑。那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我咧讲啥，你家己知影。你敢若关心手金，根本就无关心我。我哪会无关心你啊？你若是真正关心我，是安怎你无爱甲我回答？你到底要甲我结婚无？结婚敢有遐尼重要？你伫提起是要创啥？你春兰，春兰，查某囡仔实在有够麻烦，等乱来，比我继续拍搁较忝。春兰，你甲我讲好无？我是倒位毋好，是安怎？你毋紧娶我？你生做遐尼水，身材阁好，阁遐尼爱搞煮食，而且恁兜遐尼有钱，可是嘛无答应你，迄才是公大代。我遮尔爱你，你是安怎要做公大代呢？是毋是你心肝内已经去爱着别人啊？我
我知影你即马还无爱我，啊，将来呢？将来你敢有可能爱我？将来，安尼就好啊，我相信你，安尼我就足满足啊。你才是讲大代，讲水啊讲水，免煞去互查拉看报地，搁去互水星拍，规身躯即马酸搁疼，即马倒伫遮尔芳遮尔软的眠床，我强要爬起来。安尼，你就莫起来啊。开大门，八卦菜，八归休，八故休，一休青，送先生，一休谱，送官府，一休红。送丈人，一休车；送隔壁，一休。阿母，我甲水星叫起来，去房间困好无？无我甲伊西装转来，较好困。你出去啦！摇啊摇，阿公啊头挽桥，挽偌济，挽一饭麦，也有好食，也有好白，也有无咱耳仔做多济。也好，互咱耳仔做多济，互咱耳仔做多济。阿母一直将水星当作是囡仔，水星嘛像囡仔同款，将阿母当作是靠山，若了代志。就倚伫阿母的身躯边，我呢？水星是毋是甲我看做甲伊抢囡仔命的对手，所以伊才会安尼对待我？水星是大人，是我的翁婿，我的翁婿要伤害我的时阵，我是要安怎呢？点点啊等，忍耐。等待有一天，伊会浪子回头，改头换面，也是我嘛应该有一个靠山，危险的时阵，就会当倚伫伊的身躯边。好啊，起来，阿手拜拜。母啊，还要拜啥？免啊啦，安尼就好啊啦。穿这身躯也要热死。啊，就是讲咩，穿迄领西装，啊，你照原来安尼穿哦，就是较快活。啊，没出息未啊？出好啊！我来身躯。你有看无？水星安尼困一醒了，就无代志啊，哪有啥物问题？啊，你毋知你紧张啥？水星的个性吼，就是袂用受刺激啦。啊，你若莫去甲刺激哦，一切拢嘛正常。你着听伊的话，啊顺伊的意，莫甲刺激着吼，拢无代志啦。
你是伊的某呢。讲讲这安尼遮基本的简单道理，你做袂到。会啦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一定做会到。安尼，毋则是我的好媳妇。哦，你啊，啥我是要洗身躯啦。哦，来啊！听的心无你放心肝，请你放心肝，为我甘袂受怎担。要11点啊，还有去困啊，毋知哪起来。爸，你都知影英山受伤，无体力，你都互伊加困一时啊。无体力，无体力，你又好会当甲伊？我要讲啥，你应该知影啦。讲啥？本来吼，我还搁咧考虑讲，伊是毋是要互我做竞赛？想袂到讲，你搁竟然甲伊留到房间过暝。阿爸的思想虽然开放吼，也毋过哦。要毋过啥啦？无啊，别个查囝用哩吼，我的查囝就袂用了咧一啦。袂用嘛受冤啊啦。安怎啊？你真是甲英山阿姨，你哪会遮糊涂啦？你毋是早就甲英山当做你家己的囝婿啊？迄是较早的代志啦。我即摆还阁重新考虑一下。啊，毋是你要嫁啊？你考虑遮济要创啥？我即摆头壳起来啦，无材料甲你讲话啊啦。爸，啊！你真正伫生气哦？我你敢无先生气哦？我你即马是拍算要安怎啦？阿伯，免讲啦，先订婚啦，其他拢免讲啦。头壳痛。你老爸是安怎遐尼生气啊？伊当然都生气啊！咱若无结婚，我就甲你伫咧房间困。你无甲恁老爸解释，咱两个人无发生啥物？我才袂咧，就互伊去误会啊！谁叫你遮尔正人君子？害恁袂拢袂选食，这蔡英山哦，咩门款哦，参要个多偌久啦？蔡英叔，是你啊！你害我错一个呢。你开车拢无咧看路，你是咧想啥？哪有？你咧？啊，你受伤毋好好休困，搁出来后袂走？我哪有袂走？昨暝我困真饱，即马伤，感觉拢已经好啊。哪有遐尼紧？水星啊，你转去，敢有搁家己刁难无？无啊。安尼我就较放心啦。我蔡英叔，秋金，我甲春暖，是安怎？无啦，等决定好，才搁甲你讲。你甲春暖到底是安怎啊？我可能会先甲伊订婚。订婚就订婚，哪有啥物可能啊？好啦，等决定好才搁讲。来，我甲你食。这个好。哎呦，何须讲甲医生啊染条条啦？哦，讲两个人无爱卖哦，害人真歹相信呢。我无看啦。
一个赤甲穿的是走去倒位啦？啊，一个头壳啊疼啊是石条啊，我一句也无要转来。这是啥物物件啊？那风啊目睭睭。这敢是卫生食品遐药啊？啊，哪会伫遮？大姐啊，歹势，是。哎呦，你是走去倒死啦！我头壳疼啊，皮皮叫啦。好。我无找你，是要找啥物人？安尼啊？较讲啊，你的食较健较有效呢。迄卫生纸迄颗无效。起来，我喂一头。唔知安尼搞煲啊！好来，我甲喂者。对啦，迄拄则吼，我往前要倒转来时阵吼，伫迄半路啊，看到迄个有牌医生蔡英山吼，哎呦，骑脚踏车载手金啊了，手金安尼甲抹条条，两个人有讲有笑，哦。听的心无理由，心肝请你放心肝，对我讲袂想。迄拄则吼，我往前要倒转来时阵吼，伫迄半路啊，看到迄个有牌医生蔡英山吼，哎呦，骑脚踏车载手金啊了，手金安尼甲抹条条，两个人有讲有笑，哦。我做想无呢，因两个敢会讲对了，歹听，哈哈。有人啊，迄个英山敢毋是你未来的顶册？不，未来的竞赛啊？较补充这点仔药啊，要哪有够啊？有总比无较用。水灵根本就是咧刁难你，刁工要甲你阻碍，互你无法度看病人啊。这对主任讲起来，是我咧刁难伊。蔡医师，你要讲啥？先怎毋讲？我是感觉，若要提升咱遮医疗品质，就爱。你就要较面对现实的。面对现实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应该由在主任去交给药厂干收红包，结果买回来拢是一寡够贵，而且佫用袂到的药啊。假使我若是爱面对这款现实，良心咧，良心是要放喺倒？你就是这款个性唔好。大便拄着无公平的代志，受到委屈的时阵，你敢若会晓接受？从来拢袂晓去对抗争取家己的权利，点点忍受尔。有当时互人看了足气的。讲甲遮尔啊好听，你会晓抵抗，你会晓争取权利，结果咧，你争取着啥物？争取着人拍到规身躯的伤，争取着拢无人来遮看病。你讲的哪遐歹听？你莫无欢喜，我讲的是事实。伫你还未来遮之前，咱医疗室的病人虽然是无济，也毋过，逐礼拜我至少嘛爱整理1-20份的报表报起来。即卖，除了阿舅进来摕药以外，阁有啥人来？你的艺术好，理想阁悬，也毋过，你对人、对事的态度拢爱调整，毋通遮尔骄傲，安尼对你较好。你讲我骄傲，还是你较了解我？当然，
安怎？敢要听我的建议？听一半。啥物合作听一半？就是，阿伯，阿伯，这个嘛，这个啊你这。你讲吼，安尼去安尼狂谈，这边我较正经的咯。先生，你喺内底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哦，嘿哦，我嘛唔知。